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北市信义区的素食餐厅宝林地食食案事件，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市长蒋万安要求台北市所有分店暂停营业。新竹市长高虹安伫立委任内照领助理会这案，高虹安亲身出庭，将办公室主任黄慧文以证人的身份告案。桃园去年增加超过3万人，是各县市人口成长率头名，人口已经超过230万人。新闻开始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远东百货信义 A13的素食餐厅宝林地食，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更有2个人有性命的危险，佮会抢救。卫生福利部认定讲，这是一件重大的食安事件，北检佮卫生单位嘛启动联合稽查。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下令讲，宝林地食伫台北市所有分店暂停营业。食药署会同疾管署、台北市卫生局甲道理专家等等，日暗时到台北市信义区远东百货公司的宝林地食进行稽查，而且针对高丽菜、粿仔条等等类类食材进行抽检，检视可能造成食物中毒的原因。不过有医师怀疑，米类的制品亲像河粉，若保存了无好势，就有可能会产生毒性非常强的米甲菌酸，无排除是这个事故的原因。它本身直接会造成我们的呼吸的这些传递链的终止，就会因为这一个毒素而无法进展，那病人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中毒现象。现场所看到的一些东西，那除了采样那些食材，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采样到食鱼啦，但是因为那个食鱼都没有办法采到了。食药署表示，现场已经无迄公寸的食材检体，才会针对店头供货食材进行抽检。因为微生物、细菌培养甲检验，至少需要2礼拜的时间。等待检验结果出炉，才通知影原因。目前未做相关的猜测。也来到27早时为止，宝林地食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累计已经有7例，其中2例死亡，有2例装 ECMO， 还搁咧加护病房抢救当中。会住到加护病房连续都是多重器官衰竭。我掌握到的这个叶克膜的使用的部分是北医星光跟马偕。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下令，宝林地食伫台北市所有分店暂停营业。检体的采集，同时也在现场发现有各项任何缺失，要求即刻改善。那卫生局在昨天也更重要的将信义区这个宝林茶室即刻勒令停业，同时对于在台北市所有宝林的分店也勒令停业。那我也要求尽速的提出调查报告。另外，台北地检署日暗时已经紧急以涉嫌食案犯案调查，27透早指挥信义分局等单位到餐厅搜证保全证据，会赶紧厘清不法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宝林地食食案的死亡事件，目前了解，中毒的人客拢有点炒粿仔条，也是河粉，这物件感觉是不中毒有关系，目前嘛已经展开调查。宝林地食表出事案风暴，造成2人死亡，有病医小所通报有人去就医。住伫台南的老小姐看到新闻，才想起伊离时甲朋友出北，去食宝林地食2只河粉了后，迄一暗就开始走北。觉得全身发软，然后在台上是完全爬不起来那种，开始有点忽冷忽热，我就在家里上吐下泻，对，状况有点严重，所以我就立马打电话请我的家人回来带我去看医生。老小姐迄阵感觉两完全无够熟，最后是硬家食了。根据卫生局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通报病例因食的物件，发现这的人拢有食粿仔条、2只河粉，或者是泰式炒河粉。整个吐出来的时候，我还看得到板条，对，就完全很明显就是有板条这件事情。对，其他食物都不太在了，就只剩板条，看得很清楚，因为一直吐出来都是板条。这样大概上吐下泻，吐了4次，然后拉了5次。宝林地食是咧卖马来西亚南洋风格素食料理，台北市远东百货13店左右到期，原地要伫3月30日结束营业。即马所表出人客去用餐，出现吐、走白，甚至破心休克等症状。阁有一个66岁查甫人，早到去食炒粿仔条了后，身体无爽快，伫成功病院用ECMO抢救，最后有缘不治死亡。那病人的酸中毒比较厉害，那有多重器官衰竭的现象，所以住到加护病房来照顾。一个查某人嘛伫面册社团刊文，表示23一家伙仔去到宝林地食用餐，结果食炒粿仔条的后生当厝就开始吐，隔顿工吐到险休克，经上急诊，已经通报卫生局了解。呼吁民众若是最近捌去宝林地食用餐，有身体无爽快状况，一定爱紧去看医生。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总统马英九4月要去中国访问，嘛放下讲马英九甲习近平可能会安排第4月初8见面哦。目前各台办是无正式，敢若强调讲欢迎马英九带团来访问。马英九办公室是强调讲行程还未决定，学者针对马习会嘛有无共款的看法。前总统马英九将一个4月初1国去中国访问，带学生团到广东甲北京参访，未出席这次黄帝典礼，也搁伫咧北京大学演讲。有平面媒体报道，马习例会应该会当伫咧4月初8进行。对此，马办表示，相关行程也搁伫咧安排，也未定案，保持开放的态度，表示希望会当甲老朋友见面。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愿意提供必要协助，也预祝马英九先生此行一切顺利。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是不是真正有马习例会各代办无加做回应，强调欢迎马英九带团来访。研究学者认为，马习例会机会无悬，较有可能的是见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研究不管是甲啥人见面，对方都会释放对台湾施加压力的信息。而且参加的相关活动有涉及到统战，有挑工迎合习近平所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支持爱国统一力量的一个彰显上的一个样板人物哈，我觉得这是马英九可能面临的一个风险，尤其特别是台湾的社会观感。那这样的氛围，基本上对两岸关系的总体的氛围的发展是有帮助，但是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的结构、谈判、协商、政治互信，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张国元是正面看待，认为这桩会当缓和目前两岸紧张的气氛。因为北京认为马英九是一个适合的平台，伊有记北京自昨晚开始一直到5日抗战前，对台工作会采取先软后硬。软的部分包括这边邀请马英九去大陆，所来就要看新政府的就职演讲，两岸部分的态度如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指控在立委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加班费等费用超过46万。台北地方法院早起开庭，高虹安嘛亲身到法庭说明，合议庭嘛以证人的身份传唤被告高虹安的前办公室主任黄慧文。高虹安今日去法院的时，面对媒体的问题是无回应。之前办案的过程传出讲，伊的前主任黄慧文有交出关键的小谱，今仔嘛传伊出庭作证，外界嘛拢真关心哦。另外，包括前助理陈焕武、王旭文等被告，今仔嘛有到庭说明。再来看无人机伫乌俄战争以下冲突咯，是使用了真普遍。咱的国军嘛准备要买3000多台的无人机。也毋过目前三军哦，只培养200外个操作无人机的专家。咱的国军嘛，按说要来设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要来培养320个政治教官。也毋过有立委是建议讲，至少爱培养1000个才有够。这个什么东西？台东的空军太麻里马场作为无人机试验场，最近真闹热。真侪摆，互民众看到有无人机起降，外界研判可能是军方咧培训飞行操作手。针对无人机运用伫个俄乌战争以下冲突，国军赶紧下步，得到各式的无人机。中科院继续研发瑞安天魂自带无人机，向美国采买的 MQ9 无人机，按算伫2016年要交付。国军要采买3000架无人机。按国目前三军飞行操作手只有210个，所以国军要规划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这无人机获得多少人员去给它训出多少，这是我最基本的目标。操作手要多无人机，我们要看嘛啊，我们期望这样子，但一定是让这个无人机的操作是绝对没有顾虑，不会去抓个人来操作，都是经过训练。为解决飞行操作手人力不够的问题，国军也甲民间公司合作，培训无人机的政治教官，考取民航局证照。经费航太得到承办，会伫4月初8开训第一批，总共爱训练310人次。按过立委认为，训练量不够，应该提悬到1000人次，各位民间找人才。在民间有很多的高手，是不是可以结合来做培训，然后进入国防训练？我们从民间招聘来的人，他假如说具有这种专长的话，他的获选率
必然是高嘛。另外，一年期医务系是不是导致无人机训练？国防部表示，会看越南是不是符合专业安排相关的训练。另外，有地位关心国产的无人机要如何去除红色供应链。我们是全面禁止这个录制品，100%禁止录制品，不只是说一个马达从中国出去起产地，然后再回来台湾呢？这个基本上我们是看它的进口报单。它进口报单的这个产地为准。国防部强调，军用无人机100%禁止使用中国的物件，会针对进口材料进行查核，防止厂商生产地抢过关。记者综合报道。4月电价要起，物价嘛可能会对起哦。外界是真烦恼，讲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会超过2%。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早起直直反映是表示讲，即马有真侪国家的 CPI 拢起超过3%，所以咱台湾的物价阁算平稳。另外，中央银行6月敢会阁升利息咧？伊认为阁再升利息的几率是无悬，因为目前咱的利率已经是15档来上悬的。经济部顶一日宣布，电钱4月份开始起，平均起的幅度差不多是11%，引起外界烦恼电钱起敢会带动另外一波物价起。将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可能会冲破2%，通货膨胀的警戒线。早起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在地方演讲，无一定物价起一点嘛，影响无大。2%以上算是警戒了吗？不一定啦，也不一定啊。很多国家都2% 以上，而且甚至都3%。好，现在目前先进国家都是这样。好，我们算是很温和的啦。路上杨金龙表示，物价爱看长期平均。以台湾来讲，长期平均2%是会当接受的。以美国做例，美国联准会认为爱到2026年，通货膨胀率才会降到2%。台湾现阶段通膨率就伫2%左右。不过有立委认为讲，4月份新的电价实施了后，公路、铁路票价嘛有可能会起，烦恼恐惊会扩大通货膨胀的效应。涨电价配套升息的做法，真的能够抑制并限缩物价上涨。即使我们升息，即使电价上涨，不过呢，我们的通膨率呢还是持续在下降的。因为这个我们的预测也是这样子，那主计总处的预测也是这样子。现在外界嘛关注中央银行6月敢要会阁升息。杨金龙表示，可能性无大，目前利率已经是15年来的观点，不过要降息的机会嘛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陈立如甲一个机车驾驶发生纠纷，也毋过伊无报案，佮杀了这个查某驾驶哦，讲会当用身躯来赌赔偿金。庭改法院审理，今仔是判这个检察官爱罚3个月刑事。屡次向 A 女表示得以做爱、开房间等方式抵付赔偿金，造成 A 女心生畏怖与受冒犯的情境，足以损害 A 女的人格尊严。庭改法院是认为陈立如严重损害到检察官的名誉，伤害司法的公信力，威胁的真正是真重大。也毋过哦，议庭是表示讲，佮未到无适任检察官的程度，所以以公务人员庭改法定规定，判罚3个月月级，会当佮上诉。再来看高雄市警方接到线报，讲有人假做是连锁药局，伫通讯软体设群组得袂到。当期调查了后，伫11掠到3个嫌犯，嘛抄到上千包的毒咖啡包等毒品，有的甚至是包装做健康食品，也是亲像一般的糖啊。警察落车了，赶紧冲往嫌犯停车的所在。高雄市刑警大队接到线报，有人以知名连锁药局的名，伫通讯软体无特定群组内底卖毒品、咖啡包等毒品，佮讲是24点钟外送到厝。警方经过2个外月的追踪调查，才掠到以女性嫌犯为首的3个人。在贩毒使用的车辆内以及仓库内呢，我们查获大量的 K 他命22包，毛重1093公克，毒品咖啡包。1593包，毛重6701公克。毒品哈密瓜锭呢，1包，毛重460公克。毒品咖啡包满桌顶，市价大约200几万，有的搁用益生菌、水果糖啊，也是哈密瓜锭包装，一包也是一粒卖400块，买10包送1包，介绍俗，包装搁真水，真歹看会出来是毒品。嫌犯借出去好奇的少年家来买，互因落去买毒品的陷阱。青少年容易被这些毒品外包装比较亮丽炫彩的包装所吸引，那也容易在一些不管是聚会场合，或是朋友之间唱卡拉 OK，
有可能会吸引而施用。三嫌犯红抓到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警方唔但提醒少年家注意来路不明的药啊，也是食品，后续嘛会追查毒品的来源，假是唔是有其他的共犯。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高雄市有一间国中2年前有教练用球棒拍学生囡仔，这间学校又个传出讲有5个体育生和拿球教练体罚，家长嘛指控这教练用一寡理由来收费，校长拢无要处理。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已经展开调查，嘛否认校长想要结案。小孩子聊天，小孩子就是这边有2条，有的是手指头就是肿胀。囡仔本身嘛是校篮球队的体育生，甲队上囡仔感情真好的家长会长，发现囡仔身上伤，质疑校处理真消极。小孩的手有时候他喜欢咬指甲，有时候看他的手，他确实有些关节处他是有点红肿的。对，然后他麻的程度大概2天。林本基金会在时举行的记者会，指出2年前捌发生过有教练摕曲棍球来拍学生这个学校，又有另外1名篮球教练，今年1月体罚5名体育班的学生，因为因用水来喷黑帮，还有伫上课讲话。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是要记过的，那这时候他发现一件事，就教练说你要记过，或者是被我打，2选1。纵使小孩这件事情要处理，学校如果有校规可以处理，为什么要让体罚？为什么要用体罚的方式？我们学校的立场就是等待调查小组调查报告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再做后续。如果真的属实，我们就进行惩处。学校回应这个事件，等咧调查，若有体罚一定会处理。不过嘛，讲校长要求家长撤案，这个指控不是真的。嘛有另外1名家长是校长来替教练。我们的家长全部都是接受的合理的处罚，请不要抹黑体罚，不要抹黑我们的教练。这个家长讲，记者会有真侪指控拢是抹黑，2派家长意见无同款。林本强调，唔是要甲家长对立，是要凸显着学校管理的问题，教育主管机关就要积极处理。不过，伫截稿进前，教育部还有市府教育局拢无回应。记者王丽婷、苗昭宽高报道。宜兰县有议员的服务处助理帮厝边签名代收法院的通知，后来才知影讲，这款法律文书是袂当代收，邮差嘛牵涉到假造文书。宜兰邮局是表示讲，这个邮差会封记先改2改，嘛来加强训练。提出一张签收单，甲一张法院的送达书。不过，顶悬的签名虽然是同一个人，笔迹数无同款。宜兰县议员临时应服务处的助理，最近替厝边签名代收简约定规定通知书，发现邮局的邮便书伪造文书，代签法院的送达书。隔壁就拿了这张伪造文书的过来，跟我说我就姓黄，所以就是我签的，对。但是这个跟我的笔迹完全是不一样。这个案件是因为厝边民事损害赔偿败诉，上诉指控无收到规定的通知书，这个代收的黄小姐甲批拍无去，邮局起查了后，佫要求黄小姐承认有代收，而且签送达书，去议员服务处大细声。黄小姐强调讲，伊代收的批有送去厝边门口，根本就无签过送达书。是这么的草率了事，那我们真的不敢想象，就是未来这些所谓的被告或诉讼当中的人，他们的权益如何被保障。经过县议员追查发现讲，按规定厝边根本就袂当代收法律的文书，而且邮局和法院的送达书顶悬，助理的签名还佫是去用伪造的，顶悬甚至有交助理是厝边的当事人，实在是伤悍。邮局送批若拢安尼黑白来，恐惊影响诉讼当事人的权益。我们的投递同仁啊，确实在投递方面确实有疏失哈，我在这边跟当事人哈致歉，真的非常的对不起。邮局先前有疏失，送批的邮便书无按规定照主记送批，还佫大粗大意代签送达书。这个邮便书已经封记新改2支，未来会加强督导，要求当人送批都要照无来。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为送达。那原则上有包括这个本人对本人的送达，还有代理人、同居人的送达都可以。法院表示，诉讼的文书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到位，代理人、当事人或者是封车的人才会当来代收。有律师表示，若不是代理人、当事人或者是封车的人代收，诉讼的当事人会当抗辩送达无成效力，也若代签送达书的邮便书，恐惊涉及伪造文书的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几档桃园的人口，佫一直在增加，去年是增加超过3万人哦，是全台湾各县市人口的成长率头名，人口嘛已经超过230万人咯。
有卖厝的中人是指出讲，因为桃园的厝价无介悬，升价了后，大型的公共建设是真多，各有机场接运，交通是真利便，人口则愈来愈多。新的大楼一直伫咧起，桃园市最近这几年人口继续增加，去年新增加35000人，人口成长率是全台湾各县市第1名，总人口数正式突破230万。桃园市呢是6都中呢唯一连续5年人口呈现正成长的城市。那去年呢新增人口数呢也超过了35000人，那高居我们全台各县市成长率的第1位。对桃园人口一直增加，房仲业者认为，桃园2014年升价正济直辖市了，社会福利愈来愈好，重大公共建设愈起愈多，再加上桃园的厝价相对较低，机场这份开通了，大幅度缩短800头的距离。吸引真侪湘北的民众搬来桃园，尤其在交通上面呢，又有陆海空的优势，包括像高铁啊、机捷啊，缩短了北桃的距离。那价格呢，房价也是特别的亲民哦。其中桃园人口年起码上最3个行政区，鼓山区3.03%排第1，第2名是观音区1.9%，第3名是桃园区1.52%。房仲业者分析，这3个行政区拢有新的重划区。新建案伫咧最近交厝，当户也慢慢搬入来，成做人口成长的主要区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妇人人得到黏癌手术后，治疗追踪一档身躯却出现一寡红疹，本地列准讲是药物的问题，后来检查才知影讲，这是一种真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皮肌炎。医师是提醒讲，皮肌炎耽误着治疗，会造成肌肉萎缩，严重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癌症复发，转移要特别细腻。无论是镜头观察、颔管啊，也是面，拢有对称性的红疹。台中一名60岁有鳞癌病史的黄姓妇人，开刀治疗追踪1年了后，身躯顶莫名出现红疹，严重也会无法度吞物件。一开始到诊所看医生，叫是药物疹，后来到病院检查，才发现是罕见的皮肌炎。病人很多人认为他开完刀应该是好了，那事实上有可能会复发。所以皮肌炎里面呢，有30%的病人，他是以所谓的癌症早期复发的，这个叫做皮肌炎合并肿瘤的病人。医师表示，皮肌炎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罕见疾病，发生率大约是10%，会攻击肌肉、皮肤、细胞等部位，合并恶性肿瘤比率会达到15%至30%。印度电影《我甲我的冠军查某囝》当中，搬离查某囝童年时期的影星巴特纳加，就是得到皮肌炎过身。欧日人生病医表示，皮肌炎女性得到的几率比男性更较悬，女性病人常常会合并鳞癌，担心受鼻咽癌。肌肉反复不断的被攻击。有一些人除了受伤之外啊，他可能时间久了，肌肉可能会萎缩或是纤维化，关节甚至是我们的肺部。那后来陆续也发现有蛮多的皮炎抗体会跟我们的癌症有相关，包括说鼻咽癌啊、乳癌啦、卵巢癌这些有相关。医师强调，若是无治疗，会有肌肉萎缩、纤维化的状况，合并癌症受容易复发、转移的情形。因此，呼吁若是得到皮肌炎患者，应该定期做全身癌症体检，早期发现治疗，才会当提高治愈的机会。记者台中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东方巴尔的摩讲2日透早有一台货船去弄着桥，经过15点钟的抢救，当局是宣布讲，落落去水里来的工人应该是拢无救了，救人的任务结束。这座2.4公里长的凯伊桥是当地南来北往真重要的一座桥。美国总统拜登嘛下令，用联邦的经费，要以上紧的速度来重建。载3,000个货柜，289公尺长的货轮12号，卡伫风浪长的更近大桥，规条帕塔普斯科号的航运全部拢冻点，周边风看了是会惊。这只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2日透早为巴尔的摩港出发，连开27天要去斯里兰卡的旅程。想要到这达出港，规只船就完全失去动力，以8节的速度，等于是15公里的时速向凯伊桥驶过。船顶的引水人虽紧急下令，只是船员转弯，而且把船顶扛落，互船停止漂流，不过拢失败。看这个办事无法度启动引擎，就向港务局发救人的信号。几分钟了后，货船就弄到大桥。马里兰州的州长指出，加在这的船员发出求救的通知，互大桥两边的出入口及时封起来，阻挡车辆入去，
避免更加侪人受害。I have to say I'm thankful for the folks who once the warning came up and once notification came up that there was a Mayday, who literally by being able to stop cars from coming over the bridge, these people are heroes. They saved lives last night. 迄当阵拄好有一阵工人咧修理桥边的坑，2.4公里长的凯伊桥，不到10秒钟的时间断做4-5节，工人嘛落落海，当中有2个人互救起来，6个人失踪。经过15点钟的搜救，美国海岸防卫队伫暗时7点半宣布，已经无可能再有人活咧，所以停止搜救的任务。巴尔的摩港是美国货运量第9大的港口，提供超过15000个工作机会，影响的层面有甲14万人。在1997年启用的凯伊桥是连接东华高速公路系统重要的通道，一天的车流量有34000台，加上航运受到影响，估计光是航运关起来经济损失，一天就加1500万的美金。Baltimore's already lost best steel, the biggest steel mill in the world. Western Electric, General Motors, we've lost almost everything, like Dayton and Pittsburgh, a couple other American cities. That's our biggest moneymaker in the whole state, right there, the Port of Baltimore. And now your moneymaker shut down. 美国总统拜登迄天召开记者会，讲这是一件真恐怖的意外，答应下晡联邦经费以上紧的速度来重建凯伊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联合国的国际移民组织2日一份报告指出，讲对2014年以来10档内有超过63000个人因为偷渡不幸过往。嘛，因为今年是全球的选举年，部分国家的政治人物为着选票，发表愈来愈多反移民的言论，甲社会真侪问题拢怪乎移民，这嘛造成移民的处境是愈来愈艰难。增加载满偷渡移民伫海上浮浮沉沉。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2日公布的报告，为2014年有记录以来，已经超过6.3万人因为偷渡移民所死亡或者是失踪，超过60%是毒水造成的。伫受害者国籍当中，有1/3是为逃离冲突的国家。2013年，全球8500人伫移民途中死亡，是死亡人数上最一年。地中海是世界上上大移民的亡波。Just in the Mediterranean alone, we see over 28,000 deaths and disappearances recorded.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就算有死亡记录，不过依然有超过2/3的受害者身份不明。即马2014年，全球各地选举拢超过以前政府一年。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秘书长普普表示，部分政治人物为选票，发表愈来愈多反移民的言论，将市场问题，不论是犯罪率、通货膨胀、失业或者是安全问题，拢讲是移民所造成，致使受外情绪清悬，对外来移民的处境更加不利。We see that when there's dehumanizing of any population, there are increasing reports of violence, increasing reports of discrimination, and ultimately that is bad for a society, right? That creates tensions, it fuels xenophobia, and undermines the fabric of society. 报告当中显示，美国甲墨西哥边境大西洋阿丁湾、甲孟加拉湾、甲个安达曼海，拢是偷渡移民的路线。在2015到2016年的移民危机了后，欧盟开始管制边境，加强海上搜救。不过联合国也发现，偷渡走私人蛇集团除了对移民虐待案件是一直真多，也好亲像找到有利可渡的替代方案，致使移民甲难民加上更较长、更较危险的对望路停。公司新闻新竹杯编译。清明要到咯，真侪民众会提前去陪望。最近哦，婚林的草埔啊，火是烧甲真接。婚林县的消防局是统计23迄天哦，都有65件。估计有一搭公墓火烧哦，因为县内所有消防车拢已经去拍火咯，无法度就随赶去公墓。村长就利用广播叫村民哦，摕水桶开农用的喷水机来斗相共拍火。听到村长广播，真侪村民拢摕扫帚、灌水桶，甚至连农业用的喷水机拢开到高坑毛巷的乌仔底公墓来拍火。30个村民开2点钟才把火拍花，加在无人受伤，嘛无这么损失。拿那个竹扫把，就是开那个农用车，在那个水桶，
一起来协助灭火。有树啊哩啦，你也无人管你个较早的传统的迄啦。嘿啊。当地村长表示，23迄天接到火警的通报，有赶紧通知消防单位。不过，事当时所有的消防车拢已经出勤，无法度随赶到位，才会赶紧公布，请村民来协助。因为消防局是表示，今仔23迄天，全分林县就有65站因为烧草引起的火灾。如果没有申请田野引火燃烧，可能会罚款3000元。那如果依环保的法规的话，会罚1200到10万元以下。消防局表示，最近民众提早备忘，各地拢有传出因为烧金纸等因素造成草啊烧起来的火灾。若是因为安尼发生公共危险，恐惊会犯到刑法，就要担刑事责任。提醒民众清明拜祖先的时，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再来看台北市松山区的富安公园最近要翻新，有民众就发现讲，公园处准备要撤掉77丛的树仔。今仔甲护树团体开记者会，公园处表示讲，因为这个树仔拢有病，有真侪拢会倒去，嘛去缀着路边的车甲厝。公园处是表示讲，针对民众的诉求，因会搁来评估。打破黑箱，公开透明。大声喊口号，希望台北市府卖错树仔将还作业。台北市富安公园附近的居民甲护树团体支持举行记者会，原因是台北市府要进行富安公园的景观改善工程，所以错公园内外77丛树仔改进脚步，不少居民认为这不合理。这里的树种都刚好全部都是榕树。他要提出一个，我们就以结果论，怎么会刚好这里45棵就100%，然后这里0%？我们质疑为什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这边污染源很多很多，我们更比其他的地方更需要这些树，所以我们一定要，如果说真的有问题，他们一定要检测的非常完整。居民认为，当地附近有汽车修理业松山机场，所以这个有200丛树仔的公园，伫台北市是真少看到，用作为调节烟囱的浓度。有针对这些树木来做树木风险评估的部分。那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这边也是河根病的热区在近半年来，我们已经有发现10几棵河根病，年累月，然后都发生倒塌现象。结果那个公园处他们有来现场来检测过，证实都是褐根病。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尤其更严重，一颗一颗的倒下来，压到车子，砸到人家的房子。不过公园处考虑经过专家的评估，认为树仔已经病情严重，而且附近车路一边的树仔发歪去已经真侪摆倒去，地害车甲厝。里长也表示，确实有部分居民希望改善这情形，公园处会去进行会勘，搁做全面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轻铁今年全线通车，空车也毋过短3个月，427湾仔内站嘛已经改名3届咯，426大顺民族站嘛改2改名，民众是看甲不飒飒哦。交通局表示讲，未来的站名会搁来标示路名，互民众会当简单理解。今年通车的高雄轻铁，尤其大顺路是这新通车的路段，站名煞互民众看甲无飒飒。因为有湾仔内居民发现，轻铁426甲427拢改名，427为一开始的顶3加站，拢改做大顺顶3站，即马佫改名湾仔内站，是3个月以来第3摆改名。即个湾仔内站的名，煞甲426旧站名同款，即马426已经改做大顺民族站。大家较熟悉就是伫咱我顶3街的部分吼，因为这边的商业发展也比较密集一点啦吼，所以讲应该这个站湾仔内站应该是爱设伫我伫顶3街这边还是正确的。里长表示，湾仔内应该是伫顶3街遮，毋过一开始轻铁甲湾仔内设伫民族路口，居民会毋知影爱伫倒一站落车。小人的2个轻铁站名改来改去，在地居民意见无同。有人认为湾仔内是旧地名，一寡少年人可能会毋知影，也有人讲改名会造成困扰。顶山可能接受度会较悬啦，说不定真的有的
少年人啊，唔知影往哪来是倒位。搭乘过的人可能会误点下车，希望能够保留该地名的历史意涵。那所以我们就把 C27站呢改为以湾子内为主。轻铁站名改来改去，由议员批评浪费资源，交通局回应。一开始用路名来号名，后来当地争取要保留旧地名，才会伫2礼拜进前将 C27站拢改做湾仔内站 ，C26改做大顺民族路站。未来交通局会伫站名下骹搁加道路的名，互民众更加清楚。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民众厝的顶仔卡依照现在法规停乌多摆、汽车甲排档拢是违法。台南市有议员提出要来制定自治条例草案来放令哦，也毋过有信众团体是真烦恼讲，若是开放停车排档，问题会真侪。有学者建议讲，先试办看卖的。台南中西区人车来来去去，车路为红线，停车位是真恶找，袂少民众直接把车停伫咧顶仔卡，因为违规接风检举。台南市议会都有议员提案制定台南市顶仔卡管理使用自治条例草案，放令停车也是排档。如果说骑楼又不能停车，这样子大家都方便，它会开放。跟之前一样，我们其实以前停的时候都会留位置给行人通过这样子，因为大家互相啊。阮咧做工课啊，阮你是咧经站抓客啊，你货车无放喺内底，要安怎出入去啊？当较袂掀起来检举啊。那当然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提出，让两边各有主张的，不管是公民团体、里长跟群众都有达到共识。那这次公听会，我们也发现学者、专家以及行政部门对这样的自治条例都乐见其成。自治条例重点就是车路有超过8公尺宽，两边徛架顶仔卡，会当互土地所有权人沿顶仔卡外边来歇车、停乌多摆，或是排档。不过前提是讲爱保留1.5公尺宽，互人来行。建筑物上无嘛爱留1.2公尺出入的空间。不过无障碍协会是反对，尤其因是愈注重顶仔卡关节踩问题，就爱改善。那当然有人行道最好，那可是有些地方真的没有人行道，我只能依靠骑楼。可是骑楼又关关给，其实关关给我嘛无法度行，所以变成阮坐轮椅也无法度，只好行出来路口。煮面的啦，是什么固定的物件，我卖放人骑楼，因为对阮来讲，真正无法度过。因为这个自治条例里面，它其实明确的定义这个行人通行的空间需要有1.5公尺。我们也希望能够来解决台南市长久以来能够希望骑楼能够兼顾停车，那也能够兼顾我们有一些摊商的一些海滩的设施那另外还有可以兼顾我们大概私人产权的一个使用的权利。即摆自治条例嘛，互台南市目前推动的优先顶仔卡政策法制化，毋但有优先通行的空间，嘛还互地主合理使用顶仔卡的权益。不过，有学者建议分区也是分区分时段试办来出入平衡。记者台南报道。花莲县政府3月开始有建立爱心客停车，也毋过民众反映讲拢叫无车。县政府是表示讲，目前参加这个计划客停车无够多，都有议员批评讲，虽然这个政策真好，却无准备好势就上路，等到互民众真怨叹哦，实在是真可惜。为要服务新生障碍者甲65岁以上老大人，花莲县府为3月初一开始办理建立爱心计程车服务，车钱70%由县府补助。真侪老大人拢食饿了，毋过实施第1个月，所互人批评根本是叫无车。因为65岁以上长者的这个人数5、6万人哦，那但是计程车相对之下就是数量不足哦，社会福利政策要上路，那其实周边配套措施一定要完整。未少县机关接到投诉，家己实测共款叫无车，要求县府说明问题到底伫倒位。县府解释目前还咧继续招募，目前加入的车拢是车队，有111台。全花莲县呢，车辆数大概1040台。那但是里面有涉及到那个车机的装设以及系统的设定。那这个部分呢，司机朋友们一直不是很了解啊。那我们也近期也一直积极拜访各车队。那希望能够通过车队来跟所有的司机朋友来说明清楚。去花莲市区计程车排班站，司机无愿意参加作业原因有曾经有无共款系统太过复杂，抽成太过悬，要搁介绍日期太过久。还有什么兜钱，还要什么时候才会入账？还有那个什么
装机很麻烦呐，你到60几岁了，再开也没几年，那么麻烦干嘛？加入的条件跟审核的条件比较严苛，那我个人觉得啦，你只要是合法登记在案的，就应该要参加。各司机事后表示，真侪计程车驾驶年岁较大，未晓使用器材，所以也是维持传统载客。官方强调，第2摆交部个人车行97台虽然无强制性，不过月底结婚了后，希望司机应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前一站接到通报，讲有民众伫东河乡的新昌海边啊，看到一只已经死的海龟。县政府是表示讲，今年到达有11只死亡海龟的通报，去年规档是有44只。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研究死亡海龟的数量可能比实际搁爱济4倍。大部分拢是食着塑胶鱼网啊，所以嘛呼吁渔民减少使用塑胶来保护这动物。民众去台东东河乡兴昌海沙坡带狗仔起来散步，狗仔看到海沙坡有一只海龟就走过，主人倒去看，发现是一只已经死去的海龟，随通报海巡来处理。因为这只海龟已经死真久啊，海巡队员甲来当记录了后，甲伊就地掩埋。它的头部就是眼睛等等的，就是已经是镂空没有了，所以看起来判断应该是已经死掉很长一段时间。台东县府统计，这只死去的海龟是今年的第11只。不过，去年台东有发现44只死亡的海龟。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去年解剖研究国内25只死亡的海龟，上主要死亡的原因是无细致去食到渔业用的锁啊、甲塑胶鹿啊。建议渔民暗时出海掠鱼啊，或者是钓鱼的时阵，改用青色的电火，因为海龟看到这种涉水的电火会闪较开咧。鼓励大家抓到受伤的龟要去想办法让它通报嘛。另外一个是能不能有一些仿效国外的用一些灯具啊的一些措施，因为那海龟会怕，那让减少海龟被误捕的量。研究员讲，其实外国的研究，海龟死亡的数量其实是更加加4倍，因为休困时有较侪人去海边行踏，才会去发现。国内应该也有更加侪海龟死亡。另外，东部海峡海龟死亡的原因也有生流的问题。不过，东部海峡污染较少，原因是真特别。今年1月伫台东就野放一只海龟，这只海龟接受肿瘤的治疗了后，分输点有挂发报器登去大海，希望会当进一步了解这种无天敌的海龟死亡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2022年底启用1959动物保护专线，24点钟接受民众的通报处理案件。也毋过动保团体调查嘛发现讲，各县市1959专线的服务是无啥共，甚至有的县市是完全卡袂通。农业部是表示讲，因会来了解状况。这只研究过去受伤卡腿断去，迄时卡1959动物保护专线袂通，要求找动保团体急救。农业部为2022年底启用1959动保专线，互民众专工24点钟拢会使通报动物受伤、受苦毒，也是咨询动保法令。但是动保团体经过5个月调查，发现只有双北市达成24小时救援各种动物的目标。第一个是我们24小时是有难度的，7个县市啊，还有没有办法无24小时救援受理犬猫跟非犬猫，5成的地方县市是不受理非犬猫其他宠物的案件。因为刺猬它是夜行性动物，所以其实我们协会最常在12点到凌晨5点之间接到民众的脸书讯息。当下其实一开始都会说，其实现在有1959了，你们可以先直接打给1959，对他们就会跟我们说啊。打不通。动保团体发现，各县市1959专线服务时间、受理标准、处理方式拢无同，甚至婚姻关系完全卡袂通。农业部动保司表示，原因可能出伫地方人力资源不够，会参地方来了解。那我们后面也会跟几个可能比较有状况地方政府，那我们要去确认一下，到底是我们自己本身农业部这个地方系统的问题，造成它没有办法去通话。还是真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它人力的部分没有办法去做配合。动保司表示，会赶紧参地方政府联络，确认问题出伫倒位，也会召开会议，统一案件的处理方式。针对人力的问题，也会向行政院争取预算，提高动保人员的薪资，望通补充人力。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台北。人讲嘉义是家长区该市外教场的朱济宫是家长的发源地。朱济宫有10姓用土粒的种爷，因为真有历史咯，佮加上当地定定的地动
种野的金心有必顺。嘉义市文化局专工请台南艺术大海团队来修复。用特殊的报道材料，豆豆来修复种野必开的所在。嘉义市主体宫内底有10省将近60栋历史用涂料的种野，因为时间久来，种野身躯有真侪损伤甲必顺。文化局就委托专业的团队来修理这的文物。算咱足传统的迄个工法，因为这是算到古代用柴骨啦吼，爱用蚕头来堆塑出来。就目前这个程度来看起，是因为伊无伤到伊的骨架啦，只是伊的皮巴这部分有一寡影响尔。啊，虽然按达皮巴的所在，来补强者，啊，互伊整体看起较完整安尼。修复团队讲，这个土做的种野。下底因为有固定起来，佮加上甲一个人的身高差不多，所以地动的时阵海来海去，土才会避开。参与修复的学生讲，会当参与这届修复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啊，地动咱这个种野即摆是去起来啊，起来伊的迄个伊算做伊的重心较悬吼，啊变做会害的所在，骹啦、腰啦，还是手的所在，拢有小可有笔抓。来遮咧做传统的功夫啊，因为吼这。我学到足侪物件，啊嘛足趣味的。主祭宫表示，主祭宫是家己市内兼顾有形甲无形文化资产的宫庙，内底真侪艺术的作品，透过修复团队的协助，这个庙内文物才会当继续保留传承落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去年有一套台语的教具，台语买通，伫木资平台摕到大奖，伫网络的反应嘛真好哦。这套教具是一点无到30岁设计师做的，真活泼，互动性嘛真悬哦，会当互囡仔学了真有兴趣。咱做伙来看卖。乌索索，囡仔就爱耍，你就爱耍。阿嬷带孙同齐读台语绘本，这是台语买通团队所做的教具。不过，唔单单是绘本的形式，这字含图样拢会当透过点图笔听到台语发音。这套教具各种分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来设计出不同款的形式，亲像动词都有互动卡，囡仔只要甲卡片的抓机关扣叮当，就会当看到台语的动作。台语的拍有几来种方式，你讲你甲我拍，按个我唔知你是安怎甲我拍，阮的阿舅来讲究。对，阿母甲我笑，摕锤来甲我笑，对，这就是一种直接表现的方式，互伊知影讲原来拍这个动作有这么多表现的方式。因若像台语的形容词，比如讲阿嬷的头毛白葱葱，只要甲册边仔的细盘甲杯叮当，头毛就会对黑色慢慢啊变做白色。设计台语买通这套教具的是3位无到30岁的设计师，因伫去年摕到我辈军将无主提案大赛的金杯奖，希望会当互家长在教囡仔时较有互动性，增加学习的兴趣。爱好耍够趣味，嘛爱正确。过去拢是较平面的绘本，拢无够趣味啦，所以囡仔都无啥物兴趣的学台语。台语买通的创办人洪祖贵表示，家己因为台语无啥会晓讲，佮看到台语直直在流失，互伊感觉真可惜，所以透过设计嘛慢慢啊，甲台语学转来。团队嘛有请台语专家阿东来严格要求教具的品质。即阵少年人因愿意甲讲，就是甲伊的母语重新甲学转来，甲吸转来，而且会当奉献家己的实力，奉献因家己的专长来设计教材，也希望讲你。会当互咱的台语，还是咱的本土语言，会当继续生传落去。台语买通这套台语教具，主要是针对3岁至8岁囡仔所设计。未来拍算会伫4月16上无主平台。团队希望透过这个活泼的设计，家长和囡仔拢会当做伙耍做伙学台语。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法国巴黎哦，最近要睡人的厝哦是真少，所以厝税是一直起。一间5平的房间哦，厝税大概超过3万台票。有钱嘛可能睡无，袂少人是真怨叹讲哦，怎么要伫巴黎睡厝，甲参加奥运比赛哦，同款困难。最近伫法国巴黎睡厝真困难，才拄啊看顶的睡厝广告，5分钟了后敲电话问，有约参观已经满啦，而且租金高甲惊人。15 square meters for €900? I'm not that desperate yet. 27岁来昂过去2個月一直來看厝，伊已經看15間房啊。There are a few offers. Lots of people apply for all the listings. So today it's complicated to find a suitable place. 來昂情形伫巴黎唔是個案。
网络上四季拢是咧找厝的大文。房地产专家指出，巴黎出租厝的数量第3年来减少7成以上。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rents started to increase roughly 2 years ago, and they soared in the past year in 2023. 巴黎大房无够供应的原因真济，除了法国进前为了降低通膨、调起利率，造成厝卡真歹贷款买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大房无符合巴黎的质量法规。那2028年进前无改善，未来就袂当出租。佮加上下季奥运几个月了后就要举行，真济厝头家选择将厝短期出租，趁奥运期间趁一笔。未少厝卡最近就接到厝头家唔续租的通知。房地产分析师指出，今年上半年想要伫巴黎市厝竞争可能甲奥运比赛同款的激烈。同款面临大房歹找，也个英国伦敦。伦敦伫举办2012年奥运进前承诺，要伫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区，英国上散车牛汉兴建数万套社会主体甲相关设施。不过奥运结束10多年了后，居民唔忙的评价大房犹原无消息。I met with an audience of local residents that, frankly put, were tired, came across as jaded, rightly so, were angry and felt quite aggrieved about the range of promises over the preceding 15 to 20 years that something was going to be done. 社会主体无消息，颠倒是新建的高级主体对外拍出1个月付2300英镑换10万台票的房贷计数，向中西阶级买出下手。数据显示，伦敦奥运场馆4区会已经兴建超过12000套大房，不过无够10%是社会主体。那过去3年，纽汉厝的租金起20%，和当地居民陷入更较严重的好业山差期。公司新闻市我林朋友。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